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启示录11章第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异象。今天我们要再次的谈到异象。最近刚好在脸书滑到一则广告，内容是说有某个建筑师呢，可以帮教会设计个有异象的礼拜堂。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些人有特别的恩赐，但是牧师还是要提出一些思考的问题。牧师曾经在美国长老教会服事，在组织上面呢总干事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牧者的一个职务。牧师曾经过一位中会的总干事对一间地方教会的小会员呢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说：你们必须好好的祷告、讨论，并且提出教会的宣教策略，这样教会才能够有清楚的方向，将来教会的发展或是要聘牧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相信这一位提出这样要求的总干事一定对这间教会非常的了解。但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是，这一位总干事呢，他并不是对地方教会说：你们来，我来帮你们定出教会的宣教策略，我们说异象。牧师的意思是说，一间教会的异象并不是有一个很有异象的人来告诉地方教会说你们的异象是什么。异象是上帝来的眼光，是上帝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原先看不到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上帝的，而不是某个很有异象的人跳进来说：来，我给你们异象。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但以理提到他所看见到的异象，这异象是上帝所赐给予的，是可以看到将来上帝的作为与保守的。圣经说，在晚间的异象中，我看见一位仿佛像人子的，驾着云来，他被引到那万古永存者面前，接受了权柄、光荣和王权，好使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来服侍他。他的统治将永远长存，他的主权永无穷尽。异象是要帮助个人，帮助一个信仰团体看得更远，看得更有希望。如何能够做得到呢？当然是要跟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领受上帝的旨意，并且有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里面的人，才能去看到共同的意象，领受上帝给信仰团体共同的旨意与感动。千万不要去听信一位声称可以帮你们寻找异象的天降部队，他不了解这个信仰团体，不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一起生活、服侍、敬拜上帝，如何能够有共同的意向呢？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约翰这样说道：第7个天使一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统治宇宙的大权已经属于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了。
他要掌权，事事无穷。诗篇148篇。要赞美上主，你们要从天上颂赞上主，要在高天颂赞他，他的众天使啊，你们要颂赞他，他的众天军啊，你们要颂赞他，太阳啊，月亮啊，要颂赞他，闪耀的星辰啊，要颂赞他，天上的诸天啊，要颂赞他，天上的众水啊，要颂赞他。愿万象都颂赞上主的名，他一命令，一切就造成，各有固定的位置，永不改变。他的命令谁都不能违背。海怪啊，深渊啊，闪电、冰雹、雪和云雾啊，遵行命令的大风啊，要从地上颂赞上主。大山小山啊，果树森林啊，野兽牲畜啊，昆虫飞禽啊，你们都要颂赞他。君王啊，万民啊，公侯啊，一切掌权者啊，少年人啊，少女啊，老年人啊，孩童啊，你们都要颂赞他。愿他们都颂赞上主的名，唯有他的名被尊重，他的荣耀超越天地。他使他的子民强盛，因此他忠正的子民以色列，所有他亲爱的子民都颂赞他，要赞美上主。谢谢上帝赐下恩典，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看见你所赐的意象，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中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